呢架就係被譽為全球最強大嘅坦克，重達70噸嘅龐然大物，配備近乎無法擊穿嘅裝甲鋼板。佢就係 M1 艾布拉姆斯重型坦克。今集我哋會深入 M1 改造工廠，親眼見證呢架戰爭巨獸點樣俾暴力拆解，再經過精密工序重新翻新打造。敵軍往往仲未聽到佢嘅引擎聲，已經感受到佢步步逼近。一旦被鎖定，幾乎無處可逃。憑住極之精密嘅設計、強大火力同驚人速度，美國陸軍將佢稱為矛尖。M1 嘅出現徹底改寫咗現代地面戰爭。艾布拉姆斯配備號稱最高機密嘅厚重裝甲，至今從未被敵軍坦克正面擊穿。佢搭載一副馬力高達1500匹嘅燃氣渦輪引擎，可以推動 M1 達到最高時速100公里，成為全球速度最快嘅坦克。長達6米嘅主炮，炮彈發射速度可以達到音速嘅5倍，足以摧毀3公里之外嘅目標。先進嘅熱能成像系統極之靈敏，甚至隔住一座沙丘，仍然可以偵測到敵軍車輛散發出嚟嘅熱源。而呢啲強大性能，全部都曾經喺真實戰場上得到驗證。不過 M1 艾布拉姆斯最令人驚訝嘅地方，係佢可以由一堆廢舊零件之中回收，再重新製造成一架完整坦克。美國陸軍自從1993年之後，就再冇生產過全新嘅 M1 坦克，而係將現有嘅 M1 坦克由內至外全面改造同更新。不過翻新過程極之複雜，需要分別喺2座大型工廠內進行。第一座工廠負責拆解坦克同埋翻新零件，第二座工廠就負責將所有部件重新組裝。第一階段由一座名為摩尼斯頓陸軍倉庫嘅工廠開始，廠房位於阿拉巴馬州。一般軍備損毀到呢個程度，大部分都只能當成廢料，直接送去垃圾場啦。但喺呢度只需要10個月，眼前呢堆原本嘅廢鐵就可以重新改造成隨時準備投入戰鬥嘅尖端武器。安尼斯頓工廠佔地40平方公里，成個廠區設有428公里道路、2100棟建築物，並由2647名員工負責運作。翻新艾布拉姆斯嘅第一步就係將成個坦克徹底拆解。整個過程需要數千名員工花上4個月時間，並動用2條超大型裝配線。首先要拆落嚟嘅就係炮塔。M1 艾布拉姆斯其實係一部2合1嘅作戰機器，上方係重達29噸，可以作360度旋轉嘅炮塔。4名車組人員之中有3人會留喺炮塔內。炮塔同時裝有 M1 坦克嘅所有武器，當中包括120毫米主炮。下方就係重達41噸，由駕駛員所在嘅車體，入面設有1500匹馬力嘅燃氣渦輪引擎，6個合共可以容納1900公升燃油嘅燃料箱，以及2條各重2200公斤、長15米嘅履帶。要將呢2個巨型主體拆開，絕對唔止係一項操縱功夫。首先需要出動一部龐然大物，安裝喺天花板上嘅吊臂可以承受30噸重量。工人利用吊臂將主炮塔吊起，再由員工小心翼翼咁放到專用運輸車上，跟住先正式進入拆解整架坦克嘅階段。喺一條超大型拆卸作業線上，工人要由炮塔同埋車體拆出超過 U200 零件，當中有啲需要維修，有啲就必須直接更換。昔日嘅美國坦克並唔係戰場上嘅主力。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坦克通常都能夠擊敗美軍最主要嘅坦克。不過，美國憑住龐大嘅數量優勢，最終仍然戰勝德國嘅虎式主戰坦克，因為美國工廠嘅產量足足係德國嘅36倍以上。1972年，曾經參與第2次世界大戰嘅指揮官克雷頓·艾布拉姆斯提出要徹底革新坦克設計。簡單嚟講，新坦克絕對唔可以再好似笨重嘅謝爾曼坦克一樣。於是 M1 坦克原型喺1980年正式出廠，並成為歷史上速度最快、戰鬥力最強嘅坦克。美國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仲有一項登峰造極嘅本領，就係比全球其他坦克更加能夠保護車內士兵。至今為止，仍然未有任何一架 M1 坦克被其他坦克摧毀。M1 艾布拉姆斯承受敵軍炮火嘅能力，亦都令佢成為戰場上最可怕嘅武器之一。快速移動嘅能力同樣係 M1 一項重要優勢。而要做到呢一點，就需要一副力量極之強大嘅引擎，
專門用嚟維修引擎嘅裝配線，以及一個體積巨大嘅波箱。眼前呢副重達 1.5 噸嘅燃氣渦輪引擎，運作原理同推動噴射式飛機嘅引擎一樣，而 M1 亦係全球唯一採用呢種引擎嘅坦克。其他坦克幾乎全部使用柴油引擎，雖然更加慳油，但係就缺乏 M1 所具備嘅加速性能同速度。M1 呢副噴氣式引擎可以產生巨大推進力，利用先進金屬合金製成嘅數百塊旋轉葉片，將大量空氣吸入引擎，每分鐘吸入量超過3000立方米。空氣經過壓縮之後，再由燃料將溫度大幅提升。呢套動力系統嘅耗油量非常驚人，1加侖燃油連2公里都行唔到，但係佢對燃料嘅適應能力就非常廣泛。無論係航空燃油、柴油、無鉛汽油，甚至任何可以燃燒同氣化嘅液體都可以俾佢使用。就連香奈兒5號香水理論上亦可以當成燃料。成套嘅動力系統擁有超過1500匹馬力，足以推動重達70噸嘅艾布拉姆斯坦克以最高時速100公里行駛。不過，為咗減少引擎同懸掛系統嘅損耗，美國陸軍利用引擎限速器將 M1 嘅最高時速限制喺72公里。即使係咁，M1 仍然係全球速度最快嘅主戰坦克。當 M1 坦克嘅引擎全速運轉嘅時候，內部溫度可以高達攝氏615度，引擎本身更加會膨脹足足2.5厘米。但係對呢副引擎嚟講，最大敵人並唔係威力強大嘅武器，而係無處不在嘅沙粒。一旦沙粒被吸入引擎，就可能令葉片受損，而破裂嘅金屬渦輪葉片更加可能直接卡住引擎。如果葉片喺全速旋轉期間由中心軸斷裂，就有機會令 M1 坦克嘅引擎受到嚴重破壞。不過呢啲造價高昂嘅引擎零件並唔可以直接丟棄。M1 翻修，工廠嘅員工需要保留原有中心軸，再逐塊重建每一片渦輪葉片。加上呢款引擎早喺1992年已經停止生產，喺冇新零件可以更換嘅情況下，工人只能採用一套極之複雜嘅程序，重新修復受損嘅渦輪葉片。安妮斯頓工廠一般每星期需要修復14副引擎，如果遇上戰爭時期，每星期嘅修復數量更加要提升到29副。修復完成嘅動力系統之後，會安裝落已經改造好嘅車體，再一併運往下一座工廠。不過喺呢個時候，仲有數千件零件等住由車體同炮塔拆落嚟進行翻修。呢啲零件拆出之後，好多都需要重新噴漆，於是會被送入工廠嘅巨型噴漆房。喺呢度，4名工人要利用接近半公里長嘅電纜軌道，每日運送750件零件，再將零件逐一放上輸送帶，由工人分工完成噴漆。去到輸送帶盡頭，就會進入一座巨大嘅零件倉庫。美國陸軍喺1992年興建呢座倉庫，造價高達2000萬美元。倉庫樓高相當於11層，入邊有9部機械人同14名嘅員工負責存放同提取多達400萬件已經貼上條碼嘅坦克零件。首先由維修工廠提出零件申請，機械人收到指令之後就會自動回應，沿住隱藏式滑軌前往高達27米嘅儲存塔，取出所需零件，再放到機械人頂部運送翻工廠。呢啲機械人一般每日要處理接近1500件零件。當強大嘅 M1 艾布拉姆斯被徹底拆解之後，剩低嘅空殼骨架仲需要進行仔細修整。喺戰場上經過撞擊同磨損嘅外殼睇起嚟幾乎難以修復，但係工廠有一種方法可以解決呢個難題。呢度就好似坦克專用嘅洗車機，不過佢哋使用嘅並唔係水，而係噴砂設備。機器會高速噴出數以百萬計嘅細小鋼珠。正式開始噴砂之前，工人要先用厚重嘅橡膠墊保護好可能出現裂紋嘅敏感部位，跟住再利用一部承重11噸嘅吊臂固定 M1 車體，將佢垂直吊起，放入巨大嘅旋轉鋼鐵棚內，最後關上並密封重達8噸、高10米嘅大門。坦克車體會以每分鐘3圈嘅速度旋轉，棚內嘅馬達同時向車體噴射數以百萬計嘅不鏽鋼珠，經過90分鐘處理，鋼鐵外殼表面就會被徹底打磨乾淨。完成處理嘅車體同炮塔會暫時存放喺戶外，等到運往下一座工廠時，表面通常已經蒙上一層薄薄嘅鏽。工人會利用廠內一座名為克萊特、高達41米嘅吊臂，吊起重達20噸嘅車體，再將佢放到特製嘅火車卡上。
去到呢一步 ，M1 艾布拉姆斯翻新工程嘅第一階段正式完成。大約4個月內，安尼斯頓陸軍倉庫嘅工作人員完成坦克拆解，並改造同更換超過數百件零件。而家呢批坦克零件要運往另一座神奇工廠重新組裝。世界最強坦克 M1 艾布拉姆斯拆解翻新後嘅零件，會由火車運送970公里，抵達俄亥俄州嘅萊馬聯合系統設備生產中心。喺呢度 ，M1 坦克將展開為期6個月嘅重新組裝工程。巨大嘅萊馬工廠佔地1.5平方公里，設有一條長3公里嘅坦克測試跑道，仲有唔可以對外公開嘅機密兵工廠。廠區內共有47棟建築物，生產空間總面積達到50萬平方米。過去70年，呢間工廠一直專門生產美軍作戰裝備，亦係美國歷史最悠久嘅坦克工廠。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呢度更加成為謝爾曼坦克最大嘅供應基地，累計建造超過10萬嘅坦克。如今工廠主要負責更新 M1 坦克嘅舊車體，令佢可以安裝全新設備。有時為咗改造炮塔，工人需要喺原本完整嘅位置切出一個洞。有時就要更換車體同炮塔上受損嘅部分，而呢啲工序必須依靠高科技切割工具先可以完成。由切割鋁板使用嘅3軸破壞腳，到等離子切割機，各種設備一應俱全。等離子切割機利用氮氣形成帶電光束，可以精細切割厚達5厘米嘅鋼板，而等離子體嘅溫度更加可以高達攝氏過萬度。金屬板會喺水中完成切割，從而減少切割期間產生嘅煙霧污染。工人再利用8個磁力吊臂穩妥咁將金屬板吊到等離子切割機上。炮塔同車體嘅金屬板完成切割之後，工人需要用人手清理鋼鐵邊緣殘留嘅碎屑，之後再將金屬板焊接到坦克車身上。如果 M1 坦克嘅焊接位置出現任何瑕疵，就可能直接危及車內裝甲兵嘅性命。艾布拉姆斯嘅裝甲結合咗陶瓷裝甲同重金屬噴油，當噴射式推進彈頭撞上陶瓷裝甲時，陶瓷可以令彈頭嘅能量分散同減弱，而噴油嘅密度比原高出 70%， 可以利用極高密度阻止彈頭穿透。由於呢種特殊裝甲非常厚重，所以主要安裝喺坦克正面，用嚟抵擋傳統嘅正面攻擊，保護車內裝甲兵。於是工廠喺翻新 M1 坦克期間，亦為佢加裝城市作戰生存套件，簡稱 TUS。 所有相關零件都喺工廠內生產，但專門設計成可以喺前線現場安裝。 TUSC 包括一座遙控武器站，令 M1 坦克嘅裝甲兵可以留喺車內，遙控操作50毫米口徑機關槍。TUSC 亦都配備車尾百葉式裝甲，當坦克受到火箭推進榴彈攻擊時，可以保護後方引擎。車身兩側新加裝嘅爆炸反應裝甲磚，就可以喺敵軍炮彈造成破壞之前，提前引爆來襲彈藥。由此開始 ，M1 坦克面對嚟自四面八方嘅威脅，風險降低咗 90%。返到工廠之後，咁此時坦克已經完成翻新同裝甲更換。不過由於運送途中表面再次出現鏽蝕，所以仲要經過多一道噴砂處理。大約半個鐘之後，成套外殼重新變得煥然一新，跟住再為坦克噴上一層底漆。接落嚟就正式進入組裝階段，首先由車體開始。萊馬工廠嘅主要車體裝配線共有35名工作人員，長度接近2個美式足球場，沿途設有16個分工唔同嘅工作站，包括線路配置、液壓設備同武器安裝等。每架坦克都要喺每一個工作站停留1日。而家工作人員要為 M1 坦克安裝14個用嚟承托履帶嘅路輪，而其中2個最重要嘅部件就要留到裝配最後階段先安裝，分別係引擎同履帶。工人需要小心將翻新完成嘅引擎動力組放入車體後方嘅引擎艙。去到呢一步，呢架艾布拉姆斯終於重新擁有1500匹馬力。履帶嘅安裝過程就更加複雜，每條履帶重量接近 2.26 噸，而每架坦克需要安裝2條長達15米嘅履帶，係專門為開闊戰場而設計。首先，工人會利用絞盤嘅吊鈎接駁履帶，將成條履帶拉直並完全展開。再利用牽引車將車體慢慢移到履帶上方，令履帶扣住驅動齒輪。跟住，工人會使用履帶夾將履帶兩端拉近並接合，最後再將佢牢牢固定。去到呢一步，
呢架 M1 艾布拉姆斯嘅車體輪廓已經基本成型，但係佢仲需要裝上一座威力強大嘅炮塔。呢座重達29噸嘅炮塔就好似成個坦克嘅神經中樞，內部需要加裝數碼化指揮控制系統、夜間作戰使用嘅熱能成像系統，以及用嚟判斷風速、修正開炮彈道嘅感應器。單係炮座上面就已經設有63條線路，而呢一部分嘅裝配工作總共有38名員工同9個工作站負責。最後就輪到105毫米主炮嘅安裝。呢門主炮可以擊中 1.6 公里以外嘅目標。另外，炮塔仲會加裝一門120毫米滑膛炮，射程最遠達到3公里。工人首先將長6米、重2.25噸嘅炮管移到炮塔上，之後再安裝重達680公斤嘅炮尾。坦克入面嘅裝填手就係由呢個位置將炮彈裝入炮管。安裝期間，炮管必須精準對正炮尾入面嘅閉鎖軸，確保兩者完全排成一直線。前後經過5個月、數千個工時以及超過3000件零件， M1 坦克嘅全新炮塔終於完成。M1 艾布拉姆斯重型坦克由4人車組操作，當中3人炮手、裝填手同車長都坐喺炮塔內部。呢個空間非常狹窄，但入邊安裝咗全球最先進嘅作戰科技設備，高度靈敏嘅熱能成像系統，令士兵即使喺漆黑夜晚或者沙塵暴之中，仍然可以清楚掌握周圍嘅情況。喺戰場上 ，M1 坦克甚至可以辨認出幾分鐘前先離開該區域嘅敵軍車輛熱影像。呢套設備就係車長全周界熱能影像儀，能夠分辨敵軍唔同嘅體溫信號。M1 坦克嘅操縱桿設計上比較似戰鬥機飛行員使用嘅控制桿，只要將操縱桿向左、向右、向上或者向下移動，炮塔就會跟住轉向相應嘅位置。坦克裝甲兵可以透過瞄準鏡入邊嘅準星鎖定敵人，但更加重要嘅係確保大炮同準星嘅移動完全同步。要做到呢一點，就必須進行一套極之精密嘅軸線校準程序。M1 坦克瞄準目標，並唔似用步槍瞄準咁簡單，反而更加似操作電腦遊戲。M1 坦克一共可以配備4座槍炮，包括1門大炮同3挺機槍，而每一種武器各自都有幾個準星。為咗確保每座槍炮每次開火都可以準確命中目標，整個軸線校準程序需要花上足足1日，仲要依靠多項專業技術先可以完成。首先，工作人員要將火炮準星鎖定喺十字線上，亦即係標示喺靠近炮塔內壁位置嘅格線。接住就要設定軸線，將所有十字線全部校正到同一條直線上，當中包括炮手同埋車長使用嘅準星，亦必須同主炮準星完全對齊。四周環境溫度嘅變化同樣會影響 M1 坦克主炮嘅瞄準精度。因此喺實際作戰期間，裝甲兵一般每日都要進行一次軸線校準，確保開炮時可以精準命中目標。翻到 M1 坦克嘅翻修工廠，下一個步驟就係將炮塔同車體重新組合。呢度工序係整個翻新工程之中最關鍵嘅步驟之一。只要稍有差池，耗資數百萬美元嘅翻修工程就可能蒙受極之嚴重嘅損失。工人利用吊機緩慢吊起重達29噸嘅炮塔，呢座炮塔佔成嘅坦克總重量大約1/3，之後再慢慢移到車體正上方。坦克內外嘅工作人員都要全程仔細監察炮塔位置，睇住佢逐步下降，同時確認炮塔保持水平，並且精確對準車體上嘅安裝位置。等到位置完全固定之後，先可以將炮塔緩緩放低，正式安裝就位。一旦炮塔重新安裝完成，工人就會使用一種工業溶劑徹底清洗坦克表面，之後再為 M1 坦克噴上一層透明保護漆，專門用嚟隔絕化學毒劑。去到呢一步， M1 坦克嘅翻新工程終於大功告成。不過喺正式準備投入作戰之前，佢仲要通過一連串密集而嚴格嘅品質管理測試。測試內容包括要求坦克駛上60度斜坡，並且停留期間唔可以向後滑落，亦要喺全速前進嘅狀態下瞬間剎停。當系統鎖定目標之後，即使車體正在轉動，炮塔同武器亦必須繼續穩定追蹤目標。最後，坦克仲要接受實彈炮火演練，呢個測試環節會喺德克薩斯州西南部嘅布里斯堡進行，整個測試區域佔地超過4000平方公里。
被譽為全球最強大坦克之一嘅 M1 艾布拉姆斯，完成呢場終極演練之後，先可以正式交付俾美軍士兵使用。好啦，今集影片同大家講到呢度，多謝你睇到最後，亦都多謝你嘅讚好同支持。